再来看咱总统赖清德咧11月是有宣布讲，要伫卫福部搁来成立一个儿童家庭署，专门来负责儿童的照护，提供这医疗，也是讲身心发展，甚至是政策等等的支持。咱来卫福部也已经甲相关这个组织法修正案送到行政院，也毋过有真侪民间团体认为讲，这儿家署的规划呢，看起来就是甲这卫福部原底的这个业务搁再整合尔尔，并无增加什么权利。 26个离校团体组成的李推民招立委卫福部召开记者会，针对卫福部2026年要成立的离家署提出疑问。因指出，离家署看起来虽然是新的单位，不过实际上就是卫福部社家署保护署原本的业务，重新排列组合，看不到制度的创新。 公布的一个草案，我们看到未来的儿家组分成5个组，可我们细看这5个组呢，绝大部分都是现行的卫福部社家署跟保护司的业务的重新排列组合。那甚至民间其实很期待，就是因为是卫生跟福利嘛，希望健康，特别是儿童、儿少医疗的部分可以进来。 李推民也提出几项诉求，建议行政院爱设立儿少事务委员会，会当参考日本儿童家庭厅的做法，规划政策，维护儿少身心健康等等。因也指出，照目前的规划，儿家署甲少年2字提掉，敢若剩儿童，恐惊会造成青少年相关的权利和发展，伫咧制度内互人忽略。 我们其实这一次发现，他们在辖底下有一个叫做儿童权利跟托育服务组，但是它移除了少年2个字，所以我们觉得它其实是有点政策的倒退。那我们也要问的是说，为什么又要跟托育服务绑在一起？因为儿童权利跟托育服务其实是不应该在同一个组别的。 民团表示，因真肯定政府设立儿家署，不过若是干那合并单位无增加权力，恐惊无法度真正落实儿少优先。因也呼吁政府重新检视儿家署的定位，提升中央儿少专职单位的功能。记者陈亚轩、林旭凯台北报道。